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我说你们脸真大，人家谢的是你们吗？怎么不是了？你每天都在放梁晨的歌，我们怎么着也算梁晨半个歌迷了。不愧是景哥哥喜欢的人，讲话就是霸气啊！霸气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谢谢。你怎么了？考试成绩不好，没考及格。没拿第一。高中生嘛，班上那么多同学，没有拿第一，拿第二已经很厉害了。我是说没拿全市第一。弟弟，真厉害。没关系，以后还有机会呀。不像我，连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你怎么了？我，没事。谢谢你的3年制。不客气。我站在舞台上，轻轻地歌唱，歌声点亮了一片海洋。我望着陌生的、熟悉的脸庞，满眼都是漂浮的荧光。姐姐，你唱得很好听。